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ie。咁啊，今日咧就嚟到中山火炬博愛路片區遠洋新天地，帶大家睇睇遠洋新天地全新加推23棟，係啦，升量嚴升價，加咗全屋嘅華為智能系統同埋有冬之冷氣嘅一個風換機之餘咧，你仲可以自己 DIY 室內嘅裝修。同埋咧，仲會有4萬蚊車位券送俾大家。咁如果對於中山市區要追求品質豪華裝修交付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睇睇遠洋新天地呢個項目。咁現時新加推單價低至11000幾，係啦。咁或者係早期嘅單位仲會有現樓嘅選擇。咁如果對於中山市區近翻去博覽中心，去翻富日城。去翻 Coco City 方便啲嘅，咁就可以睇翻現時呢一個項目遠洋新天地。咁遠洋新天地咧，出面咧就會有巴士可以直達去翻港珠澳大橋，或者係翻去太子、荃灣。咁如果有乘車需求嘅觀眾朋友咧，出翻嚟呢一度坐車就可以嘅啦。咁遠洋新天地咧整體嘅配套咧，相對而言咧，喺博愛路片區而言都係較為比較成熟嘅。點解咧？因為佢出面咧就會有自己自帶嘅一個商業街，同埋隔離實地景互城嘅一個商鋪啦。行翻過去仲會有麥當勞、新鮮超市、錢大媽或者係餐飲就喺呢條街出面就會有噶啦。同埋遠洋新天地咧，早期時其實喺市區而言咧，佢就係一個富豪區。打造嘅話咧，就係一個品質同埋社區氛圍對比而言嘅咧，舒適度係較為比較高嘅，同埋交付品質亦都係非常非常之高。所以如果要追求豪華裝修，又要追求去翻市區便利去翻周邊亦都會有食肆等等嘅，咁就可以睇睇遠洋新天地呢個項目啦。咁佢今期嘅話就會有全新加推嘅23棟嘅單位啦。咁我哋過嚟呢一度帶大家睇睇。呢一度咧就係遠洋地產。咁遠洋地產其實喺中山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嘅項目，好似大家有所了解嘅遠洋繁花里啦，或者喺市區嘅遠洋天柱啦。同埋呢一度亦都係遠洋新天地呢個項目，所以遠洋地產其實放眼向中山片區而言咧，亦都係橫跨咗中山各個鎮區同埋市區嘅。咁早期時最出名嘅就係市區嘅一個遠洋城呢個項目亦都係非常之有名下。咁現階段可以帶大家望一望呢一個嘅配套圖。現時咧遠洋新天地嘅位置就喺呢度啦。咁出面咧會有啲咩咧？咁有餐吧、藥房錢大媽理髮店美宜街食夾華萬家、麥當勞齊德福酒樓或者係行翻呢一條嗰個博愛路，博愛路過去咧，落嚟咧就可以去翻博覽中心遠洋廣場，係啦。博覽中心呢個位置咧就有巴士可以接乘翻去深圳。如果你經深圳翻香港嘅觀眾朋友，亦都可以選擇翻喺呢一度搭翻18蚊嘅巴士翻去深圳，深圳再轉乘翻巴士翻去香港亦都得嘅。咁如果係經翻港珠澳大橋嘅話咧，就直情喺佢自己樓下呢一度就會有巴士直達去翻港珠澳大橋，或者係翻去香港直達去翻香港。咁呢度亦都會有個長江街市嘅一個巴士嘅一個上落車位。咁如果有買餸需求，亦都可以喺呢度乘搭長江街市嘅接送巴士。咁我去翻長江街市嗰邊去買餸啦。長江街市就我哋上次有分享過俾大家去睇翻嘅。咁佢呢度室內咧就會有翻一啲健身房桌球室、泳池、環繞跑道啦、兒童娛樂天地啦、羽毛球場、籃球場等等。咁佢內籠嘅配套設施亦都係比較齊全嘅，係啦。咁頭先亦都同大家講咗過翻嚟咧就可以接乘翻去 Coco City 或者係富日城，大概亦都係2個字時間就可以滿足翻周邊嘅一個配套資源嘅。所以對比而言即係一個整體嘅便利性而言亦都係比較高嘅，係啦。咁佢呢一度就係佢嘅一個交付嘅品質等等啦。
大家可以睇睇咩路易雙層中空隔音玻璃啦，呢啲係標配㗎啦。咩高端防火鋼木門啊，室內嘅全屋嘅啲掛網啊等等，或者係美縫同埋佢室內嘅一啲裝修。今期嘅話咧，佢亦都係做咗全新嘅升級俾大家嘅。咁佢現時咧全新加推嘅棟數咧喺邊度咧？嗱，睇翻呢一個整嘅沙盤圖。現時我哋嘅所在位置咧就喺呢度，售樓中心。係啦，咁佢早期在售嘅單位咧就呢邊嘅20棟同埋21棟，咁佢全新加推嘅咧就係呢邊單棟嘅23棟，咁啊單棟嘅23棟咧，佢係前面兩個戶型就係90平方嘅3房1廁，咁啊呢邊就係107平方嘅南北對流3房2廁啦，同埋呢一隻腿就係02戶型114平方嘅南北對流3房2廁嘅單位。係啦，咁啊23棟就全新加推嘅單位，咁啊現時23棟嘅單價咧就低至11000幾，之餘就會做咗裝修上面嘅升級啦，係啦，亦都有升量而唔升價同埋現階段遠洋新天地仲可以俾到你咧，可以定製定製自己 DIY 自己室內嘅裝修，亦都係可以嘅，即係你有需求要封埋窗或者係有做定製櫃啊，或者係有改動上面嘅嘢，咁又都可以私人有要求亦都得對比而言咧，就會靈活性、便利性會高好多。OK， 咁我哋就事不宜遲，上翻去示範單位帶大家睇睇。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ie。咁啊，現時咧我哋就嚟到示範單位啦。示範單位咧就喺現時全新加推嘅23棟嘅20樓，總高咧就25層高嘅。咁啊，如果想要了解遠洋新天地呢個項目全新加推嘅產品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睇翻現時個呢條視頻啦。咁啊，了解翻現階段佢全新加推嘅一個單位嘅裝修究竟做咗點樣嘅升級呢？佢現階段咧，佢裝修方面咧，比早期時嘅單位咧，就做咗嗰個裝修嘅升級，而嗰個加量唔加價。係啦，咁我如果想要喺中山市區火炬片區買翻一套帶豪裝交付嘅單位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睇翻現時遠洋新天地全新加推嘅23棟啦。咁啊23棟嘅單位咧就係2梯4戶嘅，前面兩戶咧就係03、04戶，咁啊01戶咧就係107平方，咁啊02戶就114平方嘅單位。咁啊後面兩戶嘅單位咧就係南北對流嘅3房2廁，咁而前面兩戶嘅單位咧就傳統嘅直廳式嘅戶型3房1廁嘅單位，咁我哋就先睇最細嘅戶型90平方3房1廁嘅先，係啦。咁我如果係即係3間房一個廁所夠自己用嘅咧，咁啊可以睇翻呢一隻嘅 size 90平方，咁啊90平方嘅單位嘅戶型格局，咁啊俾大家睇睇先。呢一度咧就係入半門，大門口行翻入嚟咧就係飯廳啦、客廳啦、陽台，咁呢邊就係廚房啦，同埋有個陽台位置。但係佢到時正式交樓嗰陣時咧，廚房呢個生活陽台亦都會將佢做埋封窗處理啦，會做翻廚房入面嘅空間嘅，就會將整體嘅廚房嘅一個使用空間會係變得稍微再擴大少少。跟住入面咧就係3間房同埋一個廁所，其中有一間房咧係以2/3陽台佈建嘅空間，陽台佈建嘅位置咧就贈送一半個空間嘅，咁而窗台位就全贈送嘅嚇。咁啊呢個就係3房1廁嘅90平方。嗱呢一度咧90平方就係03、04戶啦，咁啊分別每個人嘅門口咧都會有個獨立嘅一個自己嘅空間即係你到時翻嚟嗰陣時可以擺翻個玄關櫃啦，或者做翻個收納櫃擺翻喺呢一度自己屋企門口，亦都係可以嘅。咁啊到時你嘅話室內嘅空間就會係更加之見使啦，咁樣啦。咁啊佢交樓標準咧，亦都可以簡單影俾大家，因為佢現時啱啱裝好呢個 mon 未咁快調試好但係咧就大家嗰個就住嚟睇咧，因為我哋第一手資訊第一時間分享翻俾大家睇嘅，係啦。咁我等陣再帶大家睇翻嗰個精裝嘅交付標準。現時我哋睇呢一個咧就係90平方嘅一個創意樣板間下，咁啊創意樣板間嘅話咧就係有改動過嘅。現時呢個90平方係將3房變咗1房。一房同埋一個開放式書房咁嘅一個空間，咁啊呢一度咧就係入戶門、大門口啦，咁啊實木門啦，同埋門鎖、指紋鎖匙、密碼啲卡，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係啦。咁啊呢度再轉翻入嚟咧，就係飯廳啦，飯廳、客廳、陽台、
現時呢一度咧就係做咗嗰啲叫做奶油 feel 嘅裝修 feel 啦，咁啊大家可以參考下嘅。但係佢正式嘅交樓標準咧，其實已經係包咗豪裝俾你噶啦。同埋其實現時咧遠洋新天地咧又會有一個好好嘅點咧，佢可以俾你自己選擇 DIY 裝修。即係你想要瓷磚，我唔係好中意呢種色水喎，我要淺色少少嘅喎，亦都可以係啦。咁你亦都可以，我中意深色啲嘅，亦都得。咁你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喜好嚟 DIY 翻自己中意嘅一個款式，同埋風窗啦、定製嘅櫃啦、或者係其他一啲裝修上面需要改動嘅嘢，亦都可以同即係發展商去講翻。我到時正式收樓嗰陣時，就係你自己想要嘅樣啦。咁我現時其實係比較之少有發展商係帶精裝俾你之餘，仲可以俾埋你自己嘅選擇權，自己去 DIY， 自己點樣子去佈局翻自己屋企嗰種氛圍嘅，係啦。所以現時23棟嘅升級咧，仲要有咁嘅好處添，同埋咧佢係帶埋華為嘅智能系統俾你嘅。升級咗華為智能系統俾你啦，但係當然個面板咧就到時要自己加翻下，咁我一個回家模式啊，跟住深夜回家模式、離家模式、會客模式等等咁啊呢啲嘅一啲按嗰啲開關啊，亦都係即係呢啲鋼琴鍵嘅開關，即係你摸落去嘅質感啊，或者係你點落去嘅質感咧係比較舒適嘅，係啦。跟住之餘咧呢一度咧就係一個廚房一個飯廳嘅位置啦。同埋呢一度現時就係將廚房個空間咧係改動過嘅嚇，係做咗嗰個創意嘅一個示範單位。咁啊，如果對於即係自己裝修上面有要求嘅，咁啊到時裝修嗰陣時可以同發展商去提，我中意呢一個板塊，想要點樣改啊，或者想要點樣變啊都得。現時佢可以俾埋你呢個選擇權，可以自己去 DIY， 同埋你到時有需要封窗嘅，咁你裝修之前你就可以同發展商講，我到時精裝嘅話，幫我封埋窗啊，亦都冇問題。咁呢度就係廚房啦，廚房係做咗個 L 字形嘅廚房位，洗手盆、洗切炒，跟住廚房三件套咧就用咗方太品牌嘅，方太品牌嘅一個嗰個油煙機啦、爐啦，同埋消毒碗櫃，係啦。咁呢度做咗個 L 字形嘅一個廚房位。原本呢度佈建咧就係以生活陽台佈建嘅嚇。咁我現時呢個空間，所以係贈送一半個空間嘅。OK，咁我哋廚房呢度咧就睇完啦。咁我行翻出嚟嚇，出翻嚟呢個位置咧，佢原本交付嗰陣時咧，廚房係會突出嚟少少嘅。廚房嘅空間會更加之多更加之闊浪嘅。現時呢度咧就將廚房側邊呢個位置咧就剝到嗰個入戶玄關位嗱，佢攞平咗呢個位嘅，係攞平咗呢個位置，所以將廚房咧就褪翻入嚟，係做翻個長方形嘅廚房位，就將個飯廳嘅位置咧就褪翻過嚟嘅，就會做咗個開放式廚房咁嘅空間氛圍。咁啊，如果中意開放式廚房嘅觀眾朋友咧，亦都可以參照翻呢一種嘅一個裝修 feel 嘅氛圍，亦都係可以嘅，或者類似呢度做翻咁嘅中島台啦，係啦。咁啊，如果中意飲咖啡，哇！喺度沖咖啡，你知呢個叫點玩？呢個可以放咖啡豆喺入面，跟住咧就煮佢，跟住咧就佢會供上嚟。跟住呢一度亦都可以擺翻自己中意嘅一啲咖啡豆啊，或者擺翻自己中意嘅擺件啊，亦都得咁嘅一個居住氛圍嘅話，亦都係唔錯嘅嚇。咁呢度就係做咗個挨牆邊嘅一個飯廳位置啦，同埋上面會做翻呢啲收納架，係啦。跟住嘅話，呢一度咧就係客廳客廳個開間咧係做咗咧3米六闊嘅一個客廳空間俾你嘅。咁啊現時咧佢就將客廳側邊嘅房間就係剝咗，做咗個開放式書房咁嘅氛圍格局，係啦。咁啊如果中意呢啲開放式書房，或者係中意呢啲奶油 feel 風格嘅觀眾朋友咧，亦都可以參照翻呢一個裝修風格，到時自己再去改動翻都得嘅。咁佢嘅一個風管機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嘅。係啦，咁啊會帶埋嗰個東芝嘅一個風管機交付嘅，跟住呢一度咧就係主陽台啦。主陽台個空間咧，現時就係將陽台嘅一個玻璃趟門拆咗啦，拆咗之後咧就做咗落地玻璃，咁啊大家可以睇睇23棟前面嘅實景景觀，係啦。
佢更多咧就會對翻20棟同埋21棟嘅背脊位置啊，但係咧就側邊啊，亦都係會望到嘅一個花園啊，視野景觀面咧亦都還好啊，更多嘅就會望翻小區花園為主嘅，係啦，有少少反光係咪？有少少反光，嗱呢度影俾大家睇睇，影唔影到咧？你伸出去少少啦，嗱，俾大家咁直觀咁樣睇睇啊，23棟前面嘅實景視野係啦，會更加之清晰咁樣了解翻現時在售緊嘅23棟嘅一個景觀視野究竟如何啦。OK， 咁我哋再轉翻入嚟啊，咁啊轉翻入嚟呢一度咧就係房間嘅一個空間啦。咁啊呢度就係客廳嚇，客廳轉翻入嚟咧就係一個3間房同埋一個廁所嘅。現時呢一個嘅單位咧就做咗其中一間房咧就卜咗一半嘅長體位啦，跟住做翻個半開放式嘅一個書房空間。啊，咁啊，如果中意呢啲半開放式書房空間，又想要同即係客廳會有互動性更高嘅話咧，亦都係參照翻呢一種咁嘅裝修氛圍都 OK 嘅。咁啊，呢一度就可以擺翻自己嘅辦公嘅一啲電腦啊，或者係中意攝影嘅，亦都可以擺翻呢啲展架啊，或者擺翻自己中意嘅一啲玩具啊，嚇或者嗰啲叫做我哋以前細個中意嘅咧咩高達嗰啲都得，係啦。都冇問題，咁呢啲氛圍就睇翻自己個人嘅需求嚟做啦嚇。跟住呢一度再過翻過嚟咧，就係廁所，廁所就做咗3段式嘅廁所佈局，外置洗手盆啦，係啦，咁啊德國高儀品牌嘅一個浴具啦，全部都係用翻德國高儀品牌嘅，用翻一線品牌嘅膠附嘅，同埋呢啲係啦，亦都會有個透光性。同出面嘅一個透光性會更加之好咯，所以嘅視覺效果會更加之好嘅。咁啊呢度再過翻過嚟咧，就係馬桶啦，同埋淋浴區空間 size， 大家可以衡量可以睇睇下。佢淋浴區嘅話咧就夠用下，但係唔會話好闊浪。OK， 個人身高就1.78米嚇。跟住呢度再過翻過嚟咧，就係主人房啦。現時主人房呢個空間咧係改動過嘅，佢係將2間房剝咗，做咗成1間房嘅空間，咁呢度就係入嚟嘅一個主人房嘅一個擺設區啦。咁你可以擺翻自己中意嘅一啲擺件啊，嚇擺翻自己中意嘅一啲嗰個公仔啊，或者做翻自己收納櫃啊都得嘅。咁啊呢度再過翻過嚟咧，就係主人房嘅衣帽間位置啦。原本呢度係1間房嚟㗎嚇，現時佢係將呢1間房拆咗，連埋主人房係做咗一個套房咁嘅氛圍嘅。咁呢度就係做咗個主人房嘅衣帽間位置啦。係啦，咁啊，如果想要做衣帽間，或者係有買咗3房嘅觀眾朋友，亦都可以參考翻呢一種氛圍喎。其實好多嘅一個戶型格局咧嚇，亦都係可以3房改2房，大房間、大衣帽間嘅氛圍嘅都得嘅。咁可以參照翻呢一個嘅風格都冇問題。咁呢度係做翻個衣櫃連梳妝台，係啦，咁亦都可以做翻呢啲採光嘅效果，亦都係唔錯嘅。即係你平時朝頭早拉開窗簾咧，你望翻出去，亦都會有自然陽光打翻入嚟咯。OK， 咁呢一度咧就係主人房嘅休息區啦，擺翻個 king size 嘅床之餘2個床頭櫃啦。咁啊，到時嗰邊嘅話咧，亦都可以做翻薄薄地嘅一啲展架啊，嚇都 OK。跟住呢一度咧就係嗰個窗台位，窗台位置咧就係可以拆得嘅。咁啊，佢到時交付俾你嗰陣時咧，就已經全部同你拆好晒噶啦。跟住之餘咧，個視野景觀嗱，就俾大家睇睇，佢呢邊係一個 L 字形嘅一個景觀窗嚟嘅。L 字形嘅景觀窗咧，你都可以參照佢呢啲咁嘅一個窗簾軌道咁樣，會做翻個轉彎位嘅窗簾軌道。啊，咁你會收納嘅話，就會嚟翻呢一個位置啦。啊，之餘呢度亦都會有個薄薄地嘅一個秘密基地。可以擺翻自己一啲珍藏嘅嘢啦，或者係私己錢嗰啲嘢都得啊！到時做個櫃啊嘛，做個一 set 個櫃啊嘛，你肯定係唔露出嚟噶啦，係咪啊？咁你做櫃嗰陣時，咁大家都知道有個櫃，咁知道入邊有錢噶啦。唔係你做櫃嗰陣時咧，嗱你可以似呢一度咁，跟住係做翻啲隱形櫃啊嘛。咁隱形櫃嘅話，你就唔知啦。
OK，咁呢個咧就係90平方嘅一個單位啦。咁我如果對於遠洋新天地全新家推23棟感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 call 翻我 Jackie， 過翻嚟現場實地嚟睇睇樓，或者係去到佢現時在售緊嘅單位樓層去睇翻佢嘅一個實際嘅景觀，都係冇問題嘅。咁我哋有專車接送啦，同埋高額分銷會贈俾翻大家嘅。OK，咁我哋再去睇翻大少少嘅單位添。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ie。咁現時咧，我哋睇埋呢個01戶107平方嘅單位。咁107平方同埋114平方咧，就係獨門獨戶嘅單位。咁會有自己一個私人嘅空間啦。咁會有咁長一條走廊位喎。呢一條走廊位就得你自己呢一戶用。哇，正唔正啊？佢整一排櫃都得，喺度碌波都得㗎嘛 ？OK。佢個高爾夫，高爾夫係咪啊？嗰啲細嗰啲高爾夫，細細地嘅都得嘅，冇問題嘅，係啊，喺度可以玩，同埋細路哥其實咧呢一度嘅空間亦都可以自己要做翻個小天地啊，亦都冇問題。反正獨門獨戶嘅單位啦，咁呢邊咧就係107平方嘅單位，咁107平方就係01戶啊，咁南北對流嘅一個3房2廁嘅單位。咁睇翻個戶型圖咧，107平方嘅單位咧就係南北對流戶型格局嘅。咁呢度就入戶門，大門可行翻入嚟就玄關位置啦，飯廳、客廳、陽台、主陽台，呢邊係生活陽台。咁呢度就係廚房空間啦。咁入面就1、2、3三間房同埋2個廁所。咁佢佈建咧亦都佈建咗3個露台俾你嘅。咁露台嘅佈建嘅話咧，就係贈送一半空間嘅。跟住嘅話，廚房仲會有個窗台佈建啦，同埋廁所同埋主人房亦都會有窗台佈建嘅空間。所以窗台佈建嘅空間就全贈送嘅。所以整體嘅得房率而言咧，亦都係比較高嘅嚇。咁想要南北對流戶型格局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睇翻現時呢一隻107個單位係啦。咁107平方嘅單位咧就係正式嘅交付標準，所見即所得啊。咁呢一度就係入戶門啦，大門可以去做翻個子母門啊，子母門交付啦，跟住實木門同埋門鎖、指紋鎖匙、密碼啲卡啊，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跟住呢邊轉翻入嚟咧就玄關位，玄關位嘅話咧，亦都係做翻個玄關櫃俾你嘅。咁呢度會有個到頂嘅一個櫃啦、收納櫃啦，同埋呢邊係可以做翻個鞋櫃啦等等，係啦。咁櫃呢啲亦都係交付標準。跟住呢度再轉翻入嚟咧，就係飯廳同埋客廳嗱。入去之前帶大家睇睇現時其實遠洋新天地咧，佢喺智能方面亦都係做翻個華為智能系統俾你嘅，即係呢啲鋼琴鍵嘅一啲開關啊，同埋離家模式、回家模式等等啊，跟住到時你都可以關聯翻華為嗰個智能系統嚟調控翻自己屋企嘅一啲家電或者係冷氣。係啦，咁呢一度就係南北對流嘅戶型格局。咁主陽台嗰邊就朝北向嘅。咁呢一度就係飯廳。飯廳嘅話咧，就佢嘅瓷磚亦都係交付標準。但當然你現時遠洋新天地仲有一個好處嘅地方咧，就可以自己選擇 DIY。你到時中意呢一種瓷磚嘅色水嘅，咁就可以選擇翻呢一種，或者我覺得佢深咗少少喎，可以選擇翻淺色嘅瓷磚都冇問題嘅。同埋佢嘅瓷磚咧就做咗升級，係做咗75乘以米半嘅大磚通鋪，係啦。咁呢度就係飯廳位置啦。咁金屬不鏽鋼踢過線啦，係啦。跟住之餘呢一度咧就係廚房空間。佢其實廚房側邊咧，佢都會做咗個收納櫃俾你嘅。整翻個收納櫃，即係你平時食飯嗰陣時，呢邊可以擺翻啲擺件，擺翻啲酒啊，或者落面呢度可以擺翻個零食櫃啊，都係 OK 嘅。同埋入面配翻個洞板俾你喎。洞板到時你就自己可以拆翻嗰啲架，跟住自己上面可以隨便擺嘢，係啦。咁你哋要高少少又得，矮少少都得。現階段咧就師傅喺度執緊裝修上面嘅嘢，所以大家唔好介懷嚇。因為現時我哋就今日分享咧，就第一時間過嚟分享翻俾大家嘅，所以佢整體嘅裝修方面就未全部做好晒嘅。咁如果對於遠洋新天地感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 call 翻我 Jackie 嚟翻現場嚟感受下，係啦。咁23棟全新家推嘅一個單位究竟係咪自己想要嘅單位啦？咁超薄嘅一個玻璃趟門啦。廚房亦都係交付標準嘅超薄玻璃趟門，之餘呢邊就係做翻個 L 字形嘅一個廚房位，
方體嘅一個廚房三件套、油煙機、爐同埋消毒碗櫃。咁呢度亦都係用翻高儀品牌嘅一個水龍頭。呢啲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咁呢度就可以擺翻個雙門嘅雪櫃添，同埋佢其實廚房嘅側邊咧都係做翻呢啲收納空間俾你去用嘅，即係佢唔會係浪費咗呢個空間咯，係啦。同埋佢整嘅台面咧係保持翻即係一個一樣嘅寬度咁亦都係唔會話將呢一度會凹咗入去咁切到呢度就算數等等啦，係啦。所以佢整體嘅裝修嘅一個品質而言咧，亦都係唔錯嘅嚇。咁呢度再過翻過嚟咧，就係生活陽台。咁生活陽台嘅景觀視野，大家可以睇睇。前面就會可能望到下90平方嘅背脊位置啦。咁側邊咧就係望翻花園景觀同埋實地景湖城嘅一個小區。隔離呢一個咧就係舊少少嘅小區，叫做實地景湖城，係啦。咁我如果望翻側邊咧，就會望得遠少少嘅視覺效果嘅，望遠少少嗰度咧就係博愛里啦，傲峰天宇啦，其實都係整個喺博愛路上面嘅一個住宅。跟住我哋再轉翻入嚟，呢一度咧就係客廳啦。客廳個開間咧107平方咧做到俾你咧就係3.8米闊嘅開間嘅，咁呢一度咧就電視背景牆亦都係做埋俾你嘅啦，亦都係交付標準，係啦。咁有個好處嘅地方咧，現時今期嘅話咧，佢仲可以做 DIY 或者係做風窗或者入面定製嘅櫃等等，亦都係可以係啦，幫你去做翻個 DIY， 自己可以選擇翻入面空間即係嗰啲定製嘅嘢。究竟點樣改都得，同埋佢客廳仲會係做咗東芝嘅風管機交付，跟住呢一度出翻出嚟咧，就係主陽台。主陽台嘅實景景觀，俾大家睇睇，呢個係實景嚟嘅，但當然前面就會有啲有啲廠區啦，會擺咗一啲嗰個叫做建築器材啦等等啦，但係更多都係放喺個倉庫類型嘅，所以對於居住方面嘅一個影響就唔大嚇。但係實景我哋都係會如實分享翻俾大家。咁對於如果係呢一個嘅視野唔影響或者唔介懷觀眾朋友，亦都可以選擇翻現時嘅呢一種戶型，係啦。咁呢邊側邊咧就到時佢係預留係做翻個公園用地嘅，係啊。跟住望翻出去嘅視野景觀，亦都係望得比較開揚啦。因為呢一度對翻出去咧就係東區嚟㗎啦。望翻過去東區，咁會係有啲起嘅一啲自建房，所以望翻出去嘅視野景觀，亦都會係比較開揚嘅。望得高嗰陣咧就 Coco City， 其實高嗰陣，其實呢一度去翻 Coco City 啦。或者係去翻嗰個富日城咧，係比較方便嘅。大概時間咧就係10分鐘左右啦。2個字就可以過翻過去。咁我呢一度過翻過去嗰個博覽中心，坐巴士去翻深圳，亦都係比較便利嘅。咁呢一度搭車過去咧，大概時間亦都係大概6-7分鐘時間可以過翻過去博覽中心。咁博覽中心嘅話咧，就有深中巴士坐，轉乘去翻深圳，經翻深圳嗰邊翻去香港，亦都係 OK 嘅。咁呢度就走廊位，行翻入嚟咧就係廁所啦。呢度廁所位，咁呢一度咧就係高儀品牌嘅一個浴具啦，同埋鏡櫃呢度亦都係會同你做到嗰個馬桶嘅上面咁收納空間、收納櫃會更加之多馬桶啦，同埋淋浴區空間 size 大家就可以衡量，可以睇睇啦。OK， 咁呢一度過翻過嚟咧，就第一間房。呢間房咧就有一半係陽台佈建嘅，咁佢呢一個空間咧，陽台佈建就係贈送一半俾你嘅，所以呢間房係送咗1/3嘅面積俾你嘅。視野景觀同主陽台嘅景觀就係一樣嘅，係啦。OK， 咁呢一度再過翻過嚟咧，就第二間房。咁呢間房嘅話咧，就窗台位置就唔卜得㗎啦，因為佢落面係嗰個冷氣外機位嚟嘅。瓷磚佢落面房間咧，亦都係做咗
木紋磚嘅膠附，因為早期時嘅膠附咧就係木地板，係啦。現時今期嘅膠附咧就會做翻木紋磚膠附翻。OK， 呢度再過翻過嚟就主人房。主人房個空間 size 啦，咁啊擺翻個 king size 嘅床啦，都係冇問題嘅。同埋呢度有個轉角位嘅一個窗台，窗台位置咧就已經係卜咗噶啦。咁我亦都係有個轉彎位嘅景觀視野，係啦。咁呢個係實景景觀，大家可以參考，可以睇睇23棟嘅實景景觀。OK， 咁呢度過翻過嚟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廁所啦，廁所嘅洗手盆啊、馬桶啊、高儀嘅一個智能馬桶，係啦。咁呢啲智能嘅模式全部都可以到時自己去慢慢研究啦嚇，即係洗屁股啊嗰啲都有噶啦。係啊，智能馬桶咪就係咁咯。跟住呢一度就係淋浴區，淋浴區個空間。係啦，咁呢一個空間嘅話咧，亦都係贈送空間嚟嘅，所以整體嘅一個107平方嘅單位咧，佢房間相對咧都會係比較闊落，同埋客廳嘅空間亦都係比較寬敞嘅。咁如果想要響中山市區買翻一套豪裝交付嘅單位，又要南北對流，又要3房2廁嘅，咁可以睇睇呢邊107平方嘅單位。咁呢度單價咧就低至11000幾，咁就可以攞低一套遠洋新天地嘅一個住宅單位啦。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觀眾朋友，就可以過翻嚟現場 call 翻個 Jackie， 過翻嚟現場嚟實地睇睇樓啦。OK， 咁我哋就睇埋呢個114平方嘅單位，但係114平方咧，其實同107平方嘅單位咧係類似嘅，即係107平方嘅放大版，係啦。咁呢個114平方咧係做咗嗰個裝修嘅展示工藝嘅展示，咁大家可以睇睇，係啦。遠洋旗下高端品牌點樣高端咧？佢呢度就會全部展示翻俾你去睇，做翻呢啲入面嘅一個配管樣板房嘅一個線管開槽等等係點樣子做嘅咧？點樣行咧？咁全部會係有，大家可以望一望。跟住呢度就過翻過嚟咧，就係廚房啦嚇。廚房嘅一個工藝啦，抹灰或者係黏貼層縱向黏貼層咁呢啲就全部會有展示俾翻大家去睇，或者係呢啲水管落面呢啲煙管防水層。OK， 咁呢一度咧就亦都係有嗰個風換機啦。咁風換機就係用翻中央冷氣東芝品牌嘅一個風換機，跟住石膏線PVC 線條石膏板螺絲防鏽呢啲就全部會有展示翻俾大家去睇嘅。即係如果對於裝修方面相對要求較高嘅觀眾朋友咁就可以睇翻遠洋新天地。點解佢嘅品質會做得咁好早期其實遠洋新天地持續賣咧都係即係面向中山市區嘅一個富人區，會做翻個富人小區，係啦。咁所以佢早期嘅定價而言咧，亦都係比較高嘅。早期嘅賣價咧就要賣到2萬幾蚊一平方嘅。現時嘅話就反正半價啦，半價嘅豪宅盤。咁如果感興趣嘅話，就真係要過嚟睇睇啦。呢一度咧就係陽台，陽台嘅一個防水層水泥砂漿黏貼層呢啲全部都會有展示，佢究竟係到底料係點樣嘅咧？造成嘅成品又係如何咧？大家可以嚟現場，可以嚟實地嚟睇睇啦。OK， 戶型嘅話，我哋就唔過咁多啦嚇。更多嘅話就帶大家睇睇佢嘅一個交付，即係裝修方面嘅工藝嘅展示。呢度再過翻過嚟咧，就係呢啲門套石門檻石嘅防水工藝。就會做翻呢啲大家可以睇睇，會做翻呢啲防水門檻石嘅加闊止水鉗嗰啲，全部都有。呢啲現時嘅話，佢就係即係挖開佢俾你去睇睇佢入面究竟嘅用料如何。呢度就廁所，廁所個防水層防水保護層跟住水泥砂漿層
跟住紫水鋼板水泥砂漿爪平預製嗰個水泥板排水管等等。上面呢度亦都會有嘅防滲漏嘅工藝，亦都係遠洋旗下即係做翻高端嘅豪宅會係做翻呢啲展示俾翻觀眾朋友去睇翻嘅。咁如果對於裝修方面要求較為有啲需要嘅即係要品質要高啲嘅，咁就可以睇翻現時嘅呢個項目㗎嚇。咁呢度再過翻過嚟咧，亦都可以俾大家睇睇呢邊嘅油漆工藝。抹灰層啦，第一次嘅一啲瀝紙啦，第二次啦，跟住打磨啦、底漆啦、面漆啦，同埋第二次嘅面漆，咁最終嘅成品。OK， 咁呢啲就房間咁房間入面嘅一啲通風系統雙層玻璃通風系統呢啲都有嘅。即係你可以平時常關個窗，跟住咧落面咧就會有翻呢啲通風嘅一啲設備。跟住再過翻過嚟咧，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嘅空間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工藝嘅展示板房。咁如果對於即係裝修方面有要求嘅，咁可以嚟翻現場嚟睇睇啦。跟住再過翻過嚟，呢啲就係廁所。現時嘅話，佢就係做翻呢啲成品俾翻大家去睇，咁馬桶未裝上去嘅咋，到時就會裝翻個馬桶裝翻個洗手盤咯。係啦，咁呢度就現時嘅話就遠洋新天地全新家推嘅23棟。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ie。咁現時咧，我哋就示範單位睇完啦，落翻嚟樓下。咁呢度咧就係兩部 lift 啦，嗰個 lobby 位置啦。咁呢度行翻出嚟咧就係一個lobby 位啦。咁平時嘅話咧就亦都係可以喺度休息下或者行一行花園整體嘅一個公區位置咧，佢嘅一個交付嘅品質咧亦都係比較高嘅，係啦。跟住呢度對翻出嚟，亦都會有翻啲戶外個空間，到時俾翻業主去使用翻嘅。咁整個小區咧個舒適度咧，亦都係比較高嘅，因為佢係種咗好多啲果樹啦，同埋小區嘅氛圍係啦，亦都係打造翻個中山嘅一個豪宅區。所以你想要翻居住氛圍稍為寧靜少少、舒適感高少少嘅小區咧，就可以睇翻呢一度啦。咁遠洋新天地咁呢個項目。現時咧就有全新家推嘅23棟啦，有90平方嘅單位、107平方嘅單位、114平方嘅單位，有三個戶型格局為主嘅。咁90平方就係3房1廁啦。咁如果係107平方同埋114平方咧，就係南北對流嘅3房2廁嘅單位啦。呢邊前面嘅咧就係20棟同埋21棟。咁20棟同埋21棟咧個單位咧都會有少量嘅零零散散嘅一個貨源喺度嘅，係啦。咁如果對於早期時嘅一個住宅即係早期時20棟或者21棟嘅單位感興趣，亦都可以嚟挑選翻你嗰個現樓單位，因為20棟同埋21棟咧就已經係精裝好噶啦，咁直接可以買咗之後就可以交付使用嘅。但當然裝修方面就有少少唔同嚇。咁如果23棟嘅裝修咧，就係跟翻現時頭先我哋影嘅呢個示範單位。咁如果係20棟同埋21棟咧，就跟翻早期時嘅一個交付標準嘅。但係當然以前嘅一個交標咧，亦都係放眼響中山市區而言，亦都係好高級別嘅一個交付標準，用咗有成3500嘅裝修費用嘅。即係佢整體嘅一啲防水防澇或者係牆身入面嘅一啲定製嘅櫃全部都用翻啲品牌嘅裝修。早期時嘅單位咧，就最細就係87平方啦，咁最大嘅話咧就會去到200幾平方嘅單位都有嘅。咁如果想要揀翻一啲大面積嘅戶型單位嘅觀眾朋友，亦都可以睇翻現時係啦，佢早期時嘅賣緊嘅20棟、21棟或者係13棟嘅大平層單位都得。咁呢度行翻出去咧就可以側門，就喺我哋嘅左手邊。如果到時有坐車需求咧，就可以嚟到側門啦。咁我呢度可以係有個門口，咁上落車會較為比較方便嘅。咁小區會有自帶嘅一個會所啦、泳池啦、
啊，同埋一個小區嘅一個跑步徑啊。現時呢一度就係實景嚟嘅，所以我哋大家可以睇到啊，現時現場嘅一個實際景觀。所以如果對於呢邊單位感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嚟返現場嚟感受下。同埋最新呢一期嘅交樓咧，佢會做翻個智能嘅華為系統交付俾你嘅。之餘咧，佢仲會有嗰個4萬蚊嘅車位券。咁啊，到時如果有買車位需求嘅觀眾朋友，亦都可以選擇翻一個購置翻呢邊一個產權車位都得啊。咁啊，會直接可以平翻優惠翻個4萬蚊嘅。小區氛圍咧，你可以感受到，即係喺其實博愛路片區，你想要個小區氛圍稍為寧靜少少、舒適感多少少嘅咧，咁啊呢一個小區就可以俾到你嗰種氛圍。因為其實博愛路片區上面好多嘅住宅單位就因為會靠近翻主路博愛路啊，所以相對嚟講會有啲車流量。會有少少聲音嘅一個影響。咁啊，如果係遠洋新天地咧，佢就係唔靠翻嗰個博愛路嘅主路嘅，佢會更靠翻小區內園入面，所以佢相對嘅一個車流量嘅影響就唔大啊。同埋整體嘅居住氛圍亦都係比較舒適嘅啊。同埋佢整體用嘅交樓嘅品質而言咧，即係喺中山市區嚟講係數一數二嘅。啊，同埋之餘咧，佢出面嘅話行翻出去嘅商鋪啊，錢大媽啊、新鮮超市啊，或者係麥當勞啊，咁我落去樓下或者係去翻地鋪就可以滿足到俾你嘅啦。咁呢度去翻中山大型嘅一個 Coco City 或者係富逸城啊，或者係去翻嗰個萬象匯啊，過翻過去揸車咧，時間大概亦都係2個字到3個字左右，咁就可以享受翻市區嘅配套氛圍嘅，係啦。咁啊現時23棟咧全新加推嚇，咁我升量而唔升價。咁我如果對於23棟單位感興趣嘅觀眾朋友，就可以 call 翻我 Jackie 嚟翻現場嚟實地考察同埋實地睇樓啦。咁我如果對於單位啱嘅咁我哋公司仲會有高額嘅粉絲回贈，同埋有專車接送啦。數前數後一條龍。咁啊，如果對於中山珠海樓盤感興趣嘅觀眾朋友，咁就可以加翻我 Jackie 微信，係啦。咁啊嚟翻現場嚟實地睇樓咯，係啦。我哋幾時都話你嚟現場實地睇咧，會係可能比你喺視頻上面睇會有稍為更加之深入少少嘅了解，同埋你實地嚟感受嗰個氛圍嗰個 feel 係唔同嘅咁樣咯。咁啊，如果有需要買樓需求或者想要嚟中山珠海睇樓嘅，咁就可以 call 翻我嚇。咁啊，今期嘅節目就分享嚟到呢一度嚇。咁啊喺度就祝大家生活愉快，我哋下期再見嚇，拜拜。